大廈接駁咗天橋去多棟嘅甲級商廈，仲有金鐘廊、太古廣場同埋高等法院等，非常方便。呢座大廈係著名嘅美國設計師保羅·魯道夫設計㗎，而且仲得過好多獎添。大廈有12部升降機，繁忙時間唔需要等咁耐。呢個單位除咗寬敞之外咧，其實佢裏邊咧有個角落位咧，啱啱咧就對住個維多利亞海景。每當有煙花嘅時候咧，大家都可以咧聘請客人啊或者同事一齊去觀賞。